来看，根据防检署的统计，去年全台湾有登记的狗仔甲猫仔有222万只，不过有注小狗病预防蛇的，敢若74万只。即马防检署阁预告要放令狗仔甲猫仔入境检疫的规定，针对小狗病带来风险，有袂少兽医是感觉真烦恼。 真欢喜伫草坡烧肉，袂少饲主拢会定时带狗仔去外口佚佗，总讲无定定出门，外人来厝来拜访，也是就医，也是有可能会接触到病毒，饲主袂使无注意。我都有打疫苗，有一些疫苗会在去狗狗住宿的时候会有做这样的要求。环境污染太多了。 这个部分就是按一般正常标准程序，该施打就施打。为着无要互宠物受到感染传染病甲升糖这个困扰，无论是毋是有出外，拢爱注疫苗。根据防检署的统计，咱国去年猫仔狗仔登记有222万只，毋过注小狗病疫苗敢若74万3744只，注射率有较低。兽医师是讲，小狗病潜伏期真长，为一个月有一寡甚至1年以上才会发作。若是破病了后， 引起神经症头了后，死亡率是100%。全球当年差不多有5至6万人死伫小狗病，99%是互感染的狗仔家伤。虽然咱国目前毋是猫仔狗仔小狗病的疫区，毋过为今年至10月，咱国伫24只臭气猫仔顶管也是有验出小狗病阳性。 施打率在市中心还是会比较高，很多民众以为狂犬病是一个可以被治愈的疾病，他们就觉得说可能就不要打，以后如果真的有的话再去治疗就好。 即马防检署预告修正，猫仔狗仔输入检疫的条件，新增加为咱国输出到海外的猫仔狗仔，若是要返来台湾，必须要有输入前1年抽血检测合格；若是为国外疫区直接输入猫仔狗仔，安尼必须要伫输入前180天抽血检测小狗病的抗体日价，搁要伫120天前提出申请，并经过认证。 到台湾了后，就会当免隔离检疫。按过兽医师工会专联会是讲，伫台湾因为注射率较低，也是有一寡流浪狗无注疫苗。万一讲若是无注着，到时阵伫路若是看到流浪狗仔、猫仔，可能就会强制抬掉，安尼一定会引起一寡议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